来看中营航空的机师指控薪水倒救，劳资协商无共识，打算要罢工。桃园市机师职业工会后礼拜一会去交通部头前抗议，公布罢工投票时间。若准投票通过，上紧明年1月初就会开始罢工。代表这休寒，佮新正航班可能都会受到影响。拄到年底旅游旺季，听到中原航空机师有可能发动罢工来争取权益，为咗旅客已经有心理准备。一定会避开的，因为这样会造成不方便。有时候可能整个行程都会被打乱了。按照正常的流程来做一切的事情嘛，他航空公司一定会给个合理的交代了。我觉得旅客不必惊慌啊。同市机师职业工会12讲，因为甲资方真侪届协商，要求合理加20%，确保本国籍机师工作权，也甲确保机场地面安全三大诉求拢无得到回应。无排除罢工的消息了后，却得到资方回应，已经逐年调薪。工会批评公司所讲的调薪是依照本来的资历紧急的薪资调整，并不是工会所要求的因应物价加薪。认为资方无诚意，罢工的流程会继续行。经过一定的经验累积，你就会有一定的薪资做一个调整，你才能够把人留下来嘛。那公司怎么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说法说我已经给你每年都有调薪？预计会在月底以前，我们就会开始罢工投票了。然后在1月初的时候，我们会投票完毕。因为罢工的时间点有可能在明年1月以后，拄到寒假甲春节期间，保险业者最近往后收到不少旅客的询问，来做投保不免险是不是理赔？业者表示，在工会宣布罢工时间点进行的投保，拢有可能得到理赔。那如果是因为已经工会都公布了，报章媒体都揭露了，那他才去订机票安排行程跟购买旅行不变现，那这时候他就无法得到个理赔。中原航空面临机师想要罢工以外，暂时甲企业工会的协商，对年终奖金加调薪方案双方无共识，引起工会不满。中原是回应公司坚持分享努力经营的理念，有听到员工对年终奖金加薪资福利调整的期待，考虑内外环境也加主客观的因素，相关作业现阶段当地谨慎进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